地位，讲台语，黑百万。好，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罗家。我姓杨，我姓龙，阮兜叫做杨百龙。欢迎杨百龙。好，来第二组来宾吉家。结队，奖金一大堆。水啦！好，来咱第三组来宾，欢迎 S 嘎。上米营养素，上班有爸爸。好啦，没办也要走爸爸啦。是来第四组的家庭，欢迎何嘎。好好讲台语，欢喜过日子，耶！足欢喜的哦！是的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是，咱今日4个家庭拢来啊，啊，不过真歹势呢，歹势就敢若一个家庭会当来摕咱的100万尔呢。哦，一堆金的决赛鸟哦。是啊，咱好好甲介绍一下。好，来先介绍咱的罗家。是咱的队长，咱的王欧姐啊，插着因两个水水的迄个姑娘啊，咱的颜真，还有咱的颜玲，还有咱上水的阿嬷啦，哎呦，欢迎一个。因为今日咱罗先生袂当来啦，嘿啦，有代志拄仔顶当着派查某囝来啊啦。是。好，希望恁个100万就转去。阿姊，啊，唔知顶边因摕偌济？啊，对，这上重要。歹势，阮顶下无不要紧啦，我大无声啦，我紧啦，不要紧啦，今日敢加油啦！无摕到的机会更较侪。嘿啦，哦，对不？加油！相信家己。好，来，咱第2个家庭啊。是，欢迎咱队长何家兄，啊个你的太太，咱的嘉欣姐啊。啊个咱的，啊个阿嬷，阿嬷来，阿嬷来啊。对，啊个咱好朋友小白。小白，你这个家庭内面真重要，因为甲因拢无关系。哦是不是？有关系啦，这是独了好朋友，佫是共经纪公司的。哦，输地啦，输地。是，咱即马先讲者顶转来时阵，奖金有偌？我这。哎呀，无偌济，歹势4000块尔啦。哎呦，袂歹啊4000块，咱搁也插起哩，100万就来啊啦。没错。好，欢迎您哦。来，我坐入去咱 S 家。是啊，欢迎咱队长Sunny。啊，伊这边甲阮带着伊妈妈阿妈来啦，嘿，啊个咱的爸爸忠义哥哥。哦。啊个顶面上趣味的李子啊，哎呀，欢迎李子啊。感谢，谢谢。啊，我甲你问者吼，恁顶在奖金偌济哈13000块尔。哎呦，真多呢哦，厉害。真好，来，我坐入去是咱的好家。嘿，咱的何勇哥哥，啊个水水啊，阿嫂啊，咱的 Kelly 姐。好，啊个咱的两位又个水又个缘投的 Kevin 甲 Phoebe。是，咱顶在奖金偌济？8000块。哦，嘛袂歹哦。下趟摕到奖金，较想也是袂歹啦。不过今日咱一定爱甲拼落去哦，尽量讲哦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第一个老师，欢迎咱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琪。学台语照起工，咱的文化就恩忙哦。一定啦，摕100万，咱的文化嘛是一定够有恩望的啦。好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斗阵唱擂台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，这回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。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嘿，来第一回合斗阵唱擂台。请，来。是嘿，来，咱规节爱讲一下。是，咱这回合嘛，每一届吼，爱派一个人出来。一个家庭派一个出来。一个出来回答2题，一题5000。哦，所以你看5是。就是咱起价啊！对，啊5是一个人1万，4个人就4万，上侪4万块，加油哦！嘿，啊，阮有互你提示，啊，你若看到提示，哦，你知影答唔就紧日才甲你甲试落去。是。嘿，你就通抢答吧啦，吼！来，咱即马这个时间，就紧日
甲恁上强的先派出来啦。来，好不好？请家讨论者喝桃菜来。，看谁人要第一位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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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那派好，咱就唱擂台。顺利哦，顺利哦。来，就来拢谢你，就来拢谢你哦。加油加油加油！是哦，水哦水哦。是啊。哎呦，这内底我上水了。哎呀，水当当水当当。是嘛对，无唔对，3位查甫袂水跟我查某嘿，我上水吼。那第一个起来拢一定上强的才有出来。当然啦。要抢头菜嘛吼。是。无唔对，无唔我会对，叫因爱有站站，爱有站一定爱有站站。小牛一个。好嘅。哎呀，真正足欢喜的你啊看。今日真正足隆重的安尼。哦，亮亮啊，因为哦，顶届会当吼，会当赢，真正是险胜。险胜啊！差几输啦，我会记。差几输输啊，嘿啊！我今日游戏甲顶出来拢无共款，搁较趣味，搁较刺激。我刺激搁较多。今日就是咱家庭爱团结的时阵。没错。我前刚刚咧，敢若有一点100万的感觉，你有？有，绝对有啦。派头真好。哇，阿霞。哎呦哎呦！你想济，你想济。哎呦哎呦，开始哦。第3位咱的 Kevin。Kevin，嗨。啊，我这个应该是。台语有小连结无。卖安尼啦。我有当时感觉少年囡仔哦，要学咱就学，啊若无咱就随缘。哦，我是感觉安尼，因为语言这种物件哦，无定着人英文会学较紧。啊，那这种台语就是你着伫爱细汉的时阵开始念嘛。啊，看缘分就对啦。对，咱看缘分啦，无定着等下就互你约着哦。是。吼，爱较紧的哦。大家较紧的。对，来个说落去，咱中义哥哥是不是？对，中义哥哥。嘿，中义哥哥。系啊。是。我来对中义哥哥无印象哈。头一摆来啦。头一回无来，头一回是阮小弟，但是头一回吼，阮爸爸伫下骹看讲，伊拢会晓，所以我即个派伊来。哎呦，安尼一定会晓，妈，你下骹拢会晓。你无下面子哦，对啊，规个啊，安尼压力大，压力大。嘿，你要看精神提起来哦。好，来哦，咱有2题鸟哦。来，第一题，咱开始哦。来，上个几日？3个日。第一题3个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题是2个人。好，2个人哦。来，第二个题是。做伙读书，2个人做伙读册，要读啥话咧？好，来第3个题是，足歹分别的，哎呦，足歹分别的，2个人做伙读册，足歹分别的，哎呦，还是啥话咧？有无？无哦，我过来提哦。哎呦，哦，来，我接来。相生啊！哦，相生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2个人嘛，啊，当着去读书啊，啊，我分袂出来，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？哎呦，哦。相生啊！好，来，老师，相生啊，对唔对？哇，那会遮高。来，阮大先，恭喜罗家加5枪。好，来，咱继续看落去，你甲看，互相感应啦。嘿啦，我若是倒位上，伊可能嘛是倒位的上啦。好，来，上尾也是这。买花钱，买花钱就是相生啊，做伙，是，哎，真熬呢。好的开始，啊，绝对是我做状元。好，不要紧，咱第一题咱就先甲摕起来，咱即摆搁第2题啊。是。好，探烧，好，来几个日？2个日。2个日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第一个题是。公元2000年，公元进前2000年就有。哎呦，真几前啊！对啊，古早。来，第2个题是。降血糖，佫会使降血压。哎呦，食的啉的也是混的啊！啊，唔知呢，佫唔知哦。来，第3个题是。风台来就会起价。风台来会起价。前一阵啊，听讲起价足小的。哎呦，前一阵啊鸟哦，有无？哎呦，来，哎呦，来，用一个长啊，长啊，长啊。哦。哎，有把握袂感觉哦。来，老师长啊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啊。我嘛想着长啊，好你刚才有自信就对啊啦。你去想顶偌久。对啊，但是啊，甲恁提醒一下，一人一题，敢若1摆机会哦。所以中义爸爸已经用完啦。嘿啊，用完啦，不过真有自信，真好。好来看第4个提示，好来。有人会惊伊的味，有人会惊伊的味，哎呦！哦，会使，哎呦，好来，给哥哥，好给哥哥，欠芳，对唔对？欠芳，安尼就歹势咯。安尼我就要来唱啊！好来，我的歹势，N 水。
盐水，哦，来盐水，老师对唔对？免拍摄就对啦。哎呦，好来，阮首先终于搁加5斤咯！一般哦。来，咱来个看者，上尾也是一个蚵仔面线，蚵仔面蚵仔面线，无盐水，来染一个减一味啊啦，是吼，对啊，而且伊佫会通降血压，是我是啊，唔知会当降血压，啊，真侪人无爱食盐水啦。对啊。啊，讲硬条无菜，无菜放那个。今年风台来的时阵，伊起价听讲烧到1000，哎，对，一斤1000几块啦。好来，咱佫有佫较强的人，今日换人。是，来第二位，咱拄啊哦，比菜市啊佫较闹热。嘿啊，是安那咧？咱若去买菜时阵，拢会甲头家娘开讲。对即马大家吼，4个家庭袂歹，拢会开讲起来咧。是，大家拢开讲来遮，有台语佫交朋友咧。嘿啊，规个家庭哦，感情拢足好嗨。嘿，而且咱当然脑筋就是啊，这个地这盐这是盐水啊，拢会讲起来。对。我感觉安尼真好。赞。嘿，咱学台语佫通交朋友。所以讲，希望咱观众咧厝会使加减油。无唔对，虽然袂当摕到100万，不过哦，你参啊，欢迎你看了以后，感觉袂歹，以后参啊来阮节目，嘿，阮嘛有可能会互你100万哦。嘿啊，是今日来查某囝水甲顶边有来哦。我的名叫做罗延珍，盐金，对，我今仔日足紧张呢。袂，拄则你有摇着对无？有是啥物意思？有没有猜到？有要对无？无呢，哇，我拢无呢。比你较烂呢。我要讲我的名啦。会晓讲袂晓听。你看我，其实这个一嘴国水喎，嘿啊，拢袂晓讲台语啊，是介国水呢。对。是啊，不过有会晓念盐水无？盐水，有人讲盐水，有人讲盐水啦，阮当叫盐水啦。是啊，嘉欣姐姐咧，嘿，盐水，盐水，嘿，你拄啊知影无？我知影，因为我吼昨大工拢买菜。哦，大家拢买菜。大工拢去菜市场买菜。菜市啊！知。前一阵啊，网络拢咧流行以前的影片，拢咧搬加香纸啊，咧讲台语啊，对面是迄洪都拉斯洪哥，要变鬼。吼，以前哦较歹，即马较好。拜，不是拜。不过你有感觉你愈讲愈好无？哦，愈讲愈好。我去菜市场，菜市啊，买讲抬杠。哦，我抬杠的时阵，笑话。对。阿嬷就送你足侪物件，对吧？因为吼，阮阿嬷听袂落去，你紧走，就一直送伊。猪。低啦，吼，猪是书，隔壁的鸡啊，隔壁的鸡啊啦，对少年，买甲老，吼，这个花这个老，我以为吼，迄只猪吼老，我就讲，你哪会知影？伊只猪吼是少年，也是老，头家就讲，你哪会讲伊老？我无，我是讲猪老，还是少年老。假伊去买一个菜，应该爱卤规半步。对啦，嘿，到到尾啊，嘿，大家拢变好朋友。对啦，真古水啊！先救兵。客你坐拄啊，就你讲啊。头家应该讲嘉欣啊，你就讲够久就好啊。袂讲呢。是你讲英语买，我有专家有智慧，阮早起来菜市买一个菜，1点前久就好，伊可能会爱3点前久才食到。嘿，因为爱解释真济啦。我互你一个方法，以后用写的可能较紧。是，拄则咱客你坐，就你讲盐水，盐水，嘿，拢有2种讲法，因为家乡音嘛。秋高沙啦，秋高沙，中华人，是。啊，咱妈妈是倒位的人？台东人。哎呦，啊，你嘛是讲盐水。哦，今日4位美人咯。对啊。好，来，这题几个字？2个字尔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好，提示1，来。写功课。写功课是啥话咧？好，来，第2个提示。
出国佚佗，出国去佚佗，搁写功课。哇，这差这多。系啊，好来，第三题是囡仔上囡仔爱。上爱。哦，哦，来，阿先姐姐，修改，歹听啊，是我听了唔对啊，是讲了唔对，我讲个真。无听到你念的是日文，你小甲。了智能衫是过啦，七八月的时阵，放假的时阵就是休假。跳落，热假，热假，热假，跳热假是赖家。休假。你会使先讲华语，我甲你翻解，你华语要讲什么？国语要讲暑假呀。哦，伊要讲的是跳暑假，啊无就是跳热，对吧？跳热。哦，好，我感觉是。老师跳热对唔对？跳热就对啦。来，分数。就配得了5斤了。厉害！来，咱讲继续看这提示哦。是。哦，学生啊，才有话啦，对吼，跳热嘛吼。来，还有一个热天，因为跳热的时候是热天的时候，是，所以是2个字，跳热。哦，这厉害。哎，袂歹，嘿，大家今晚放轻松。第2题哦，来几个字？2个字，今嘛是2个字，嘛是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，来，咱看第1个提示。落雨天，落雨天啊！哈，来第2个提示，风台天，落雨天佮风台天，哦，这2个天啊！哈，来第3个提示，牛，哈，落雨天风台天甲牛有关系什么话咧？哈，有无知无？来第4个提示，哦，多拜，哦，倒摆过来要载牛哦，啊，是有无？牛，风台天，落雨天，那无我过来哦。看你这有无？来哦！好来，咱妈妈来落雨天，雷惨，哎呦，落雨天，嘿，你讲对，为什么是雷惨？雷惨，骑奥多麦跋倒啊雷惨。哦，就厉害耶！这样行为无好哦。危险！来雷惨，老师雷惨对唔对？恭喜！来，分数，恭喜你了5斤了。来，咱来看这提示，上尾就是车祸啦。嘿，这千万袂当安尼，不管是咱老的，也是讲咱少年的，翘倒摆的时阵都爱细腻哦。嘿啦，唔通雷惨。是袂当雷惨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来看分数。我来看分数啊。是，看咱的罗嘎，即马有1班。嘿，啊，咱的结价有5只。是，啊，咱的好价爱心1粒。S 5只。袂歹，每一个拢有分数，真好。好，今日来哦，第3个位要来哦，来换人。恐怖来。来第3位，是咱罗家较上位啊，位真上悬的哦。对。哦。优雅的阿嬷。是，啊，而且真古锥就是，甲新妇讲话拢足趣味的。对啊。对啊，感情真好。对，当然啊，这个爱真好啊。所以介绍的是咱哦，是咱的迄落价格，嘿，辈分上细汉的，年岁算上小辈嘛，吼，是小辈平常时啊嘛是有演戏啊。嘿，平常时拢伫演戏。嘛，啊，最近我想要开始卖汤包。啊？汤包，嘿，我是大粒的，你是细粒的。哦，啊，有加汤，你无加汤。我无加汤。哎呦，但是我有加1份心。我嘛是有，我2份。你真正有影有大胆呢？真正要甲我拼呢？真正要甲你拼。袂歹，有勇气。因为你知为虾米无？因为常常有人看到你的相片，拢讲是我。哦。然后看到我的相片，讲是你。哎呦，趁这个机会，对啊，嘿，我听你，今日去开，机会进去嘿，对。好，啊来换咱 ，Hello 啊 ，Vivi，你即马听有较有无？听有，真好，表示讲伊感觉哦，有人伫讲台语，对，嘿，伊会去听，会去听啊，会切换伊的语言。无，阮即马人甲讲，伊会讲。
我不知道，以前嘛拢听有啊。袂歹，太厉害。所以讲等一下啊，咱来念的时阵爱听较清楚哦。好，爱记唱答无？好，嘿，啊那咱的山姆老师，嘉义爸爸拢来，爸爸今麦看你表演哪里？嘿啊，爸爸别当笑伊哦，人拄啊偌勇敢呢。我知，你就有激情呢。好，来，这个几个字？三个字。三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第一个题是压缩。压缩。哦哟。好，第二个题是爱禁开。压缩我爱禁开，哇，仲艰苦呢。哈，来，第三个题是沿路放音乐。沿路放音乐无？哈，哦，哎呦，菲菲。笨手车。哇！笨手车，老师对唔对？那这个。来，分手。有一定的我心哦。来，那个继续看落去哦。爱录啦，爱个录啦。嘿啦，有咱时间也够啊哈。好，佮上尾也是一个。再笨手。是再笨手，就是笨手车。是。好，爱想较紧的哦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好，有影进步真多。好，来第二题来啊！来，这个国字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第一个题是哦，可汗。嘿，第二个题是有番薯粉。哈，佮有番薯粉。系啊，可汗。第三个题是上青的。上青的是啥啦？大家做伙摇，倒一队会当摕到分数咧。好，来第二题来啊！来，这个国字三个字。三个字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第一个题是哦，可汗。嘿，第二个题是有番薯粉。哈，佮有番薯粉。系啊，可汗。第三个题是上青的。上青的是啥啦？系啊。嘿啊，佮有番薯粉哦。对啊。哦哟，来哦，第四个题是哦，白菜。白菜。好，来小白。蚵仔煎。蚵仔煎。好，来老师，蚵仔煎对唔对？搞哦。安尼也是。来分数。恭喜咱杰家得到5奖。好，来咱不看，上尾啊题是咧夜市的点心，嘿，你做一个夜市啊，绝对拢有蚵仔煎。有影。嘿，是。哦，厉害厉害！咱今麦来看一下分数，来看阮的罗家。罗家今麦1万。啊，阮的杰家咧，嘛是1万哦。哎，啊那好家5奖，袂歹。啊 S 家嘛是5奖。上尾一位要来啊！哦，今日甲分数摕到，咱先讲啦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第4位绝对是上强的啦。应该拢是上强的。是，我看厝内底吼，鹅子因兜应该是你的台语上好吼。对，我比我妹妹较好。哦哟，为什么？拄只演孙的时阵摇着。哎呦，我摇着的，我摇。那这厉害。是你的紧张哦。哎呀，就紧张的，第一摆呢。哎呦，别，免放轻松，放轻松，较想会到。是，你敢看，阮这老婆听的。对啊。阮的妈妈，咱第2摆来啊。嘿，足安心的呢，对不对？第2摆来，你即摆紧张未？加减。吼。甲你提子节要唱的时阵爱饲落哦，吼，爱饲落。哎，妈妈，我甲你问一下，咱若摕到100万，你要创啥？旅游。哦，旅游啊。去佚佗，要倒去佗，还是带囡仔因同全部全家。哦，那真好哦。赞。后来扫落去是，即嘛，嘿，三蕊花内面一支草，真大丛的草，这摆会当夹批落来者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有这种暗算哦。上尾一道安尼。对，无简单，即嘛啦，甲你介绍者，上古水的，上古水上好笑，对，理这来啊。对。对啦。
你这盖歌词，盖趣味你顶出来甲当哦，阮拢印象拢真深的。没有你惊到哦。没啦没啦，我耳仔好啊，我耳仔好啊。没有，是惊起价呢。系啊，是不是？大行起价。都甲你画这个对对吧？啊，你错掉哦。系啊。妹，即马起价起到100。我250，我个300号小费50免走。哎呦，公开。功夫。哦，嘿，来，等下就是要用这种精神来游哦。爱甲伊拼。好，来啊哦，2题尔哦，会把握无？好，来，好来，咱第一题几个字？第一题3个字，3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第一个题是上身体，上身体。哎呦，啊，第二个题是咧，足见笑，足上身体个足见笑，哎呦咧。好来，第三个题是。 KTV 会看到哦 ，KTV 唱歌会看到哦，定定看到。好，来第四个题是啉酒了后，哎呦，啉酒了后，莫怪伤身体，哎呦，来啉酒醉，哦，啉酒醉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哎呦，看起来敢真成哦，对啊，哎呦，安尼佫有机会让大家哦，来，佫有无？ 我第5个提示哦，来第5个提示一下。吐，哦，吐，啉酒醉，哦，了后会吐，哎呦，唱歌了，掠土啊，哦，掠土啊，来，老师掠土啊对唔对？掠土就对啊。厉害，来，兄弟，终于加5斤哦。 对，你也看，真正有影上身体嘛。对啊。哦，以后大家啉酒的时阵，那个细腻啦。对啦，卖超过啦。嘿，唔当啉甲掠土啊啦，上身体啦。好，袂歹哦，阿妈，强，谢谢。来，过来第2题啊哦。第2题哦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这你唔通讲，你要讲话。慢一步。啊，慢一步啦。专心的。骹手较紧的哦。哈，手较紧的来，几个字？2个字。2个字，来，咱请出题。 来看第1个提示，古早味，是古早味的啦。哈，第2个提示，香香甜甜，伊香香佮甜甜哦。古早味哦。哦，来第3个提示，土豆酥，土豆酥。哦，2个字的土豆酥。有无？哎呦。哦，来，你这麻油。 麻油，哦，麻油，老师对唔对？安尼就歹势咯。哎呀，实在是，来有机会哦。有要想无？无，无，我就搁刷落去哦。来，第4个提示，金门，哦，来，好大哥，讲堂要安怎讲？袂使看头前，袂使打拍数，麻糍嘛。贡糖，哦，好。 贡糖，老师对唔对？贡糖就对啊！来分数，恭喜你了5斤咯！好来，咱看上尾一个提示。哦，用茶棍啊讲，嘿，讲安尼啦。对。是。好来，咱今晚看分数。是。先看咱的老价。1万。啊那咱的价格。15000。啊那咱好价嘞。冇1万哦。 S 价5000，好，今日的第2回合，阮到第1名。阮到第1名。是，啊，咱的规则啊，甲大家讲一下。是，咱这回合吼，16个人，4个家庭拢总上台。全部拢伫遮。是，啊，所以阮的出题目拢总有6题。 哦，啊，每一题拢有3个选项，恁来选 A、B、C， 只要恁生存落来上尾迄个人，也是上侪人的迄个家庭，来得到奖金3万块。所以哦，咱的答案就敢若3个 A、B、C 尔，咱会当讨论，甲风险甲分贵哦。好，来，我要出题啊哦。上个咱请出题。 请问青仔粽有槟榔树仔的意思，啊，毋过老一辈吼会定定用青仔粽来形容什么呢 ？A. 落卡的人，B. 做代志冲动的人，C.
食苦当做食补的人。好，来，请选择青鸭长，嘿，青鸭长哦，是乐开的，还是做代志真冲步，还是讲伊法度食苦的？当做食补啦。来 A B C A B C A 5、4、3、2、1，好来，停！袂使讲我李姐啊，李姐啊，袂我卡球转来。哦，又叫来。因为我等风险，结果看大家怎么这个名啊？咱这位哦，做了伤过细啊。对啦，你看钱袂落啊？哎，我实在就爱看这种画面，太古锥的，安尼啦，大家哦，拢感觉是跟咱的比，嘿，做代志冲动的人。好，唔过来，咱派一个代表讲就好，好不好？好来，吴姐啊，青鸭长就是平常树底遐，安尼去弄着的时阵，叫做当做青鸭长。哦，一般来讲就是这人青公。我你青鸭长啊，你弄啥碗糕啊？哦，青鸭长啊那样。哎呦，好来 ，A B C， 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来有影特动的吼，咱四个家庭拢足厉害的啦吼。青鸭长就是咱的槟榔树吼，啊有几啊种意思。啊，其中一种就是咱老一辈人骂人啥青鸭长吼，是咧形容啥？迄款吼做代志做冲动的人，比如讲有人啊啦，咧过车路啊，拢无斟酌咧看车红灯，啊坐就撞过去，赛车的人去惊到，就啊啦，就骂讲。啊！你这青鸭长是找死人，是啊，所以答案就是咱啊做代志冲动的人。好，来第二题来啊！小妹，咱车出题。请问博朗大道是台东出名的一个景点，啊是安怎伊号做博朗呢 ？A 因为有名的咖啡广告 ，B 色水 brown 的迄个谐音。C， 遐有一个头目，就是咱原住民的头目，伊的名叫做博人呢。哦，来 A B C， 请选择，来哟 A B， 来，好好啊，考虑哦。 A 是有名的咖啡广告，还是讲，哎呦，色水 brown 啊，还是讲有一个原住民的头目，叫做 B， 叫 brown 啦。不然，来哟，C， 3、2、1，好停。好，袂使去行。问菲比，来。你选的是 A， 你是讲有名的咖啡广告，是，你捌伫电视顶看过？有。所以你就讲博朗大道，迄就是叫做咖啡的名就是讲。对。哦，你唱啊！哦，安尼，迄边的应该嘛拢会晓唱啦。好，李姐，你有够可怜呢。来，李姐，你安尼哦，你是安怎？你大概拢袂赴呢？对啊，你拢安尼。三心两意啊！哎呦，唔好啦，唔好安尼啦，是不要紧。好，咱这比遮，咱就好啊，甲大着一个。好，等下无定就是比着呢。好，来，换咱这边来结果个。哦，好结果个。我是感觉吼，台东遐个人吼，要号这个名，应该袂提迄个广告，应该袂提迄个什么不让迄个咖啡 Mr. Brown 嘿啦，或者是提一个色水Brown， 应该要有一个原因，因为台东迄边就侪是原住民的迄种嘛，我是感觉这个。你搁继续讲，无要紧。我是感觉这较有，我感觉较有可能啦。好，来 A、B、C， 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原来就是这简单。是。好来，车回。哦，谢谢。跳顺了。来，这条唔通想伤济吼。来，博朗大道就伫咱台东的对地上。啊，这条路伊正式的名是银新3号道路，规个长度大约是2.2公里。啊，因为伊规条路拢啊啦，直拢无踩啥电火条啊。
啊，尤其是迄稻啊，若把贵就是把水啦，吼，的时阵吼，啊，迄微微啊风吹来，哇，袂输迄金色的海涌嘞，吼，啊，水当当，景致是啊真迷人，吼，啊，所以迄这个博朗咖啡怎啊选才来拍广告，啊，这条路才撑起来，互人叫做啥？博朗大道，所以博朗这个名就是有名的咖啡的广告。好，不要紧。每一堆拢两个哦，拢有两个伫内底哦，真好，拢大家拢有把握，拢有对啊，拢有参与哦。好来，我要出题哦。请问华语的气喘台语叫做虾姑，啊是安怎会用虾姑这两字咧 ？A 是咧喘气的时阵，迄个声音的词 ；B 啊人若喘起来就亲像虾啊，咧；C 也是亲像龟咧吼咧。我囡仔就是有迄个虾姑，啊一困的时阵，伊会发出迄个，安尼啦，声音会较大。因为我就是过敏嘛，若是艰苦嘛，爱对苦落，啊这吓就敢若虾咁款。气喘的台语叫做虾姑，是安怎会用虾姑这两字咧？怎会用虾姑这两字咧 ？A 是咧喘气的时阵，迄个声音的词；B 啊人若喘起来就亲像虾啊，咧；C 也是亲像龟咧吼咧。好，来 A、B、C 来，请选择。是喘起来亲像迄个喘气的声音咧，还是喘起来亲像虾啊迄个形虾啊来哦，还是亲像龟咧吼咧？是啊，来哦 ，A、B、C 哦，来go。4、3、2、1，好停！不要紧，其实真好，拢有甲风险分开啦。对。你感觉是喘气迄个声音啊？哦，你知影你喘一摆我听看卖。啊，毋就虾姑，会感觉？我囡仔就是有迄个虾姑，你会讲半暝的时阵啊，伊困的时阵，伊会发出迄个，安尼啦，声音会较大。哦，听起来真有道理呢。好，不要紧，咱听看啊落啊，咱比的会安怎讲？好，来小白，看伊较有经验无？因为我就是过敏嘛，若是吸袂着，数袂着空气时我就安尼，啊形敢若是一只虾啊。哦，敢若虾啊形，规人揪起来咧。哦，因为你这艰苦嘛，爱对苦落，数袂着空气，吓就敢若虾咁款。来，加油！安妈妈，咱同齐来啦，同齐问，咱选 C 嘛，哦，亲像龟咧吼。你捌听过龟咧吼？啊，无那会选龟咧吼。哎呦，古早人拢有咧讲话讲吼，哎呀，虾姑啊，虾姑啦，哦，原来虾姑啊呢。每一个人形容拢无共款，每一个人想的嘛拢无共款。好，来 A、B、C 哦，真趣味哦。来，咱来看一个哦。A、B、C 正确的答案是。气喘，咱台语叫做虾姑，啊是安怎用虾姑这两字吼？是因为带这款病人，你严重的时阵，医生都唔免用啥，听筒落去听，就听到迄病人安尼喘干啊，足食力的，敢若大气喘袂过来有无？吼，会发出一种迄种声，吼啊，这姑这字的意思就是咱咽喉发出来的声，所以虾姑这两字拢是咧形容啥？大气喘袂过的声，所以就用这两字。好来，即马顺咱的罗甲，咱的结果，加油！一个阿姊，剩两个，一个台语真好，一个台语真歹哦。进步较重因两位都讲主持，就甲讲的。对。好来，我们做题啊。不是，伊直甲讲伊有心啦，伊有心。有心啊，心有心，我知。哦，有信心啦。哦，信心。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咱即马用的钱叫做新台票，啊，你敢知影伊发行的背景甲什么代志有关系咧 ？A. 市面上假钱伤多 ；B. 物件一直起价 ；C. 纪念国家重要的节日。好来，咱请选择 A、B、C。
来，是到底是市面上的价钱伤济，还是讲物件一直起价哦？还是纪念国家重要节日的？嘿哦，来5、4、3、2、1。哎，那学哇，好厉害哦！教我无一定，忘唔掉。做伙话就是做伙死，就唔买紧买拢，你不要紧，你不要紧两个哦，不要紧丢，都互相啦。对啦，有当时啊，就是安尼无伴的时阵，就要找一个伴啦。嘿啦，恁拢感觉是比啦，比物件一直咧起价。因为我即马吼是有甲囡仔读册，所以吼册内面吼是讲 A 若是 B， 我是感觉是 B， 因为迄个时阵呐吼，差不多是民国40，差不多40年的时阵吼，迄个时阵足乱的，还是乱，嘿，所以迄个时阵吼。那个通货膨胀，你无台语啊？通货膨胀，起价，所以有就发行的这个新的台币，新的来，接下来看的，咱 ABC 正确的答案是。来，咱民国35年的时阵，迄阵咱的这个国家的钱是迄个银元啦，哈，迄阵迄叫做啥？古代票。后来啊，因为咱拄仔讲的物价啊一直起，哈，所以伫民国38年的时阵，咱就做这个改革，哈。迄阵咱的新政府有公布一个这个新台票的发行办法，指定咱的啥台湾银行来发明这个新台票来取代咱原来的台票。啊，迄个旧台票哦，你得爱4万块，才会当换新台票1块，所以是哇，物价物件一直起价，哎呦，咱继续哦，紧出题，有哦，好，咱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若是要讲一个人真衰，咱会讲伊的运道行伫 A 二路 ，B 茂利 ，C 沿线。好，来，请选择。是2路，还是茂利，还是沿线？沿线来 A B C， 来，家己想啦，莫看后边，莫看后边。你不要那个运动安怎？嘿，运动足衰啦！是讲伊即马，这人足衰，讲伊即马运动行到倒位啦？二路，行伫2路，行伫茂利，还是行伫沿线？好，来5、4、3、2。啊，为什么两个拢个连做伙？你唔敢行，唔敢啊，唔敢离舍不得走啦。这所在好，风水好，因为吼两个路，是啦，两个路就是有路啊，啊包感觉是歹。哦，啊，看山嘛嘛唔知。沿线，是好来，换咱叮当子。卖讲问啊，卖讲问啊。那个问下去，咱真正录袂完啊。好来，咱来看一正确的答案是。好来，运道行伫茂字的意思，就是迄形容人啊啦。迄个最近运道无介好，啊，当咧行衰运啦吼。啊，卯时是啥物时阵呢？就是咱早起5点到7点迄个时辰吼。拄好伫咱的时钟有无？哦，时钟迄个数字的呈现，你看1、2、3、4、5，有无？啊，5、6、7，是毋是上下骹？哦，伫迄个摆伫上下骹遐，就敢若一个人啊啦。拄好拄到伊气势上佳，啊，运道上歹的坎站，所以咱答案就是运道今日茂利。恁后一个我唔知恁要行倒位去。加油哦！来哦，一定要拼一下生死啦！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清朝起的第一条轻便铁路，迄当阵主要的目的是为着要运送什么重要的物件呢 ？A. 地米 B. 樟脑 C. 土炭
好，来 A、B、C， 请选择。来哟，看你们选择第一位，第3万哦，足重要的哦。 3万哦。我听这。啊，若高赢的人就赢哦。哦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好来，来，你选的是上脑。 上脑，拢会使啦。你知影上脑是啥话？我知影，那你用下啊？对，迄有糖啊的时阵哦。糖啊。糖啊，我未讲问啊，歹势。爱啃的，对，是。哦，是清调哦。我嘛是因为有读书啦。哦。有读书。唔过你拄有惊来第米呢？系啊。哎呀，可能是这3个拢真成。后边哦，一直甲我安尼，我唔知影是靠 A 也是靠 C 啊，我就靠 B 啊。我未讲问啊吼。来，即摆来靠 C 啦，靠 C。B， 卖靠 B 啊！你讲我是拖团？对啊，我想讲这物件是上重要的物件，这清调的时阵呀。你爱生活，你爱有火，就是爱拖团嘛。爱机会就对啊。是，有困难哦。来哟，哎呦 ，A、B、C。是啊。咱正确的答案是。 足中科是。好，来，我先讲迄个第2个选项，樟脑，家己名讲上脑，吼。好，来，这条较困难吼。咱拢计是讲，台湾的第1条铁路是老兵团伫1887年开始起的铁路，哦，是为这个家人到新竹。其实吼，伫进前的1876年，清朝政府就伫啥，咱台湾第1个官方开采的煤矿，就是家人的八斗啊煤矿，就是家人的啥八斗啊煤矿遐，又铺一条啥轻便铁路，会当通到迄个港口。哦，啊，这条铁路大约2.13公里，8分钟了，就会当啊啦，甲八斗啊遐生产的土炭，哦，搬舟船啊运出海洋。哇，这所以答案是土炭。是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咱即马罗界奖金偌济？哦，因即马奖金有4万，拢中4万块。好，真好，总共哦，咱即马来看者，所有4个家庭的分数吼。来，罗界，即马有4万，结价有15000。哎，嘛袂歹，好价有1万。哎，啊 S 咧有5000。哎，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去咱的一片3000金。嘿，一片3000金。回头换奖金。哎呦，即马奖金偌济？即马奖金有4万啦。4万就是算40秒。40秒，来个加加落去。好，照惯例，佮加30秒变70秒。好，来，咱这有几？这个有几题？3题，拢中3题尔。第1题，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，即嘛有70秒哦。6秒尔。对。哇，厉害！真是妹妹啦。对啊。啊，真正亲切啦。厉害。拢中4万块的奖金，会当提走偌济咧？第1题，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，即嘛有70秒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开始。开始。试一下。金哦。哦，这个。啊6秒尔。对。哇，哇，厉害！真是妹妹啦。对啊。啊，
啊，真正真是的啦，是，来你看者，即摆64，哇，够，这6秒尔，哎呀，来，80岁哦，第二题来哦，第二题来啊，第二题过哩2个哩，来64秒，请开始。哎呦，两个哩，嘿，这啥？阿嬷，你看有无？哎，这啥？哎呦，来，搁较画较清楚的哦。哦，真明显啊！木鱼，哦，正确，木鱼，你来讲较大声，较大声，我拢无听到。嘿，哎呦，你个搞啊，这个，来，不要有想。关系，伊搁甲你画你山看伊画甲足清楚的啊，安尼好厉害。是，好来，2秒。哦，够39秒嘞！哇！来第三题哦，过哩5个哩哦，加油啊39秒，来，咱请开始。请开始。五个哩，哦，足够会呢。哇，顺，海底出好顺，哦，正确。那看得出来哈，那看得出来，够厉害。来，咱即马看这秒数，是咱即马秒数够25秒，意思讲咱的奖金够有25000好，哦。来，咱即马今日去颁奖。恭喜啊！恭喜！ 25000块，啊，过来奖杯。恁恭喜恁嘞，恁真正有机会安尼。欢喜个，今日就是因为阮翁无来，阮才会当摕到这个奖啦。无唔对，后来刚才阮翁无来啦，爸爸卖来，啊，一开始讲要打电话互迄个罗先生，啊，叫伊搁加杯互伊啊。我这就是个卡，叫伊加杯。啊，那咱后壁家庭不要紧，咱若后一季，阮阁有机会来邀请恁来。好，今日谢谢咱的顾问老师，感谢辛苦的咱的林淑琪林老师。大家有地位，讲台语提爸爸，好，大家拢欢喜哦。再会。谢谢。哇，谢谢，厉害！下回再来啊！谢谢何大哥，感谢阿妈哦，你看到迄位嘛最厉害，二姐，下回一定要来，对啊。